一個足球改寫佢嘅一生。邊個？僆仔串我咁啊！喐佢！你幫我放咗佢兩個得唔得？你哋係想做俾人打嗰個啊，定係打人嗰個先？森哥，我要做打人嗰個，俾我跟你啊！好，踢佢！誤入歧途，幫社團揾到你真銀，將啲粉、將啲丸仔帶入冰園裏邊賣俾啲僆仔。森哥，我不嬲都當你老豆咁噶啦，你叫我做嘢冇問題喎。定係另有出路？世界上就算任何一個愛你嘅人，佢哋終會有一日會離開你，甚至乎會出賣你。但係只有呢位神，呢位主耶穌，佢先咁無條件咁樣愛你。如果你有咩諗唔開嘅，試下同佢傾下，佢一定會聽同埋幫到你。約瑟團契呈獻 Running 歌之變節，11月28日，生命驟變。